委管碧玲进行伫面册发布海面太细度公开这中国护卫舰海警船位置，河南也指控涉入机密。法律上强调，这张图已经起图机的资料。台北市宣布讲，这租金补贴要搁较济，不过申请的时阵，补贴期间户口拢还伫咧台北市，民众认为讲要迁户口看有食无。有民众来批评讲咧，高雄民族干线96公车一个司机会甲乘客细念，强强打动。啊那司机本人讲，迄工做18点钟，即马市政府要介入调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号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共不时来扰乱咱台湾，这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进行伫面册发布海面态势图，公开这中共护卫舰、电侦舰抑个海警船的位置，就去互这国民党这批讲一个泄露国防机密，甚至去甲告。不过这国防部长郭立雄在今日表示，这海面态势图无明确标示这船舰的位置，也强调这张图已经有甲机密的资讯拢摕掉啊。中国清官两化情势紧张，国防部7号发布侦查到中国军机6架次，中国军舰8架和公务船1架出海。面对中国军队常态性侵扰台海，就伫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去中国的前一天，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伫初六伫面册发出海面的态势图，公开中国军舰围绕台湾，展出中国护卫舰、电侦舰、海警船的位，互哪位质疑射密，甲海军监控能力部署tempo和掌握的军情，都互对方知。对于宪密的标准，应该要把它明定清楚，因为这个对于我们整体国军在监控我们周边海域共建或者共机等等，其实它还是有关我们现在的一个相关的监控能量。没有确切的这个船舰的位置，包括方位啊、经纬度啊，还有这个时间呢那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示意图，已经就如这个海委会所讲的，已经是这样去机密化。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讲，海面的态势图是示意图。海巡署是回应讲，原始资料已经去机密化。管碧玲初八个发文来骂中国，应处铺设地带的侵扰，各国的专家拢建议讲，台湾海巡署应该把违法的侵犯行为公开点名，利用社群媒体对外来公开。不过国防部逐工拢会公开中国机舰伫咧台海的4库里亚活动。郭立雄讲，亲像针对中国的军演，嘛去机密化了对外发布。掌握是很好，我个人觉得并不是泄密。这是给大家知道。他利用图像化、图表化，把资讯公开透明，向国人做诚实交代，这是他应尽的职责。所以，民进党团全力支持。另外，那也市林告管碧玲漏涉国防机密，那立委声援管碧玲，前海军上将那位陈英空，嘛肯定海委会掌握中国军舰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有中国民众申请来台湾观光，却予移民署拒绝。主要原因就是有民众去甲伊检举，讲这个人伫咧小红书顶头翕影片，拢甲台湾叫做中国台湾，佮放中国的五星旗。虽然这中国民众提出诉愿，毋过有关方驳回。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强调，任何人来台湾，就要遵守台湾的法律，做合法的活动。有中国籍的查甫来台湾耍，雪红发现伊伫小红书的影片中称呼中国台湾，佮加上5星红旗，互民众检举。结果去年10月，伊想要搁再申请来台，毋过因为进前的影片，互移民署认定伊恶意贬损中华民国尊严，所派拒绝入境2冬，互伊不满，认为限制言论自由，提起诉愿。毋过行政院是甲驳回。不管你是提行政诉愿也好，或者是受到这个移民署禁止再入境，我们都按照规定来办理。任何人到台湾来，请按照台湾人的法律规定来从事任何合法合规的活动。虽讲查甫人讲这是对花冠系的称呼，不过内政部强调，申请来台湾就是要照咱国的入出国及移民法，各有两项条例的规定。不过伫同时间，有立委亚康替赴会营运的公车违法使用中国制晶片，数量有查到82台，逐工伫湘北的车路顶拍拍照、翕路访，质疑有国安疑虑。新兴跟大南客运所使用的中国海思晶片就在台湾我们双北地区的公车切结书当中都有特别提到的，就是严禁中国制造。结果就这么巧，是一个拍摄台湾台北市双北街景的环境系统。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要去做全面的普查，看这公司里面到底还有哪些晶片是属于这个公司的
啊。第二个当然就是要挤出球场啊。除了采取业者退付会主委严德发嘛表示会赶紧将问题整片换掉。立委林楚英强调会做伙建议经济部、交通部甲系统上列入去黑名单。记者综合报道。有国际争议的民众党李正秀今去到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和内政委员会质询，共款部官员甲因家己一直讲，也因为这李正秀最近的行为含言论引起争议，民众党中评会13会开会讨论。总统主席郭文哲就表示讲，尊重这中评会独立运作，大家莫逼李正秀，给伊一寡时间准备。尊重李正秀女士的上台发言，但是呢，我们也尊重目前行政院那所有的一个结论行政官员可以不必询答。民众党立委李正秀正在准备质询，调会争取向做采视行政官员甲被提名人应免接受询答。原本想要针对检察总长被提名人以适常人数案质询，就对抗的质询台发言。大家现在看到一个很好笑的人事审查，立法委员面对的是一个空的质询台。咱的场面同款伫内政委员会来出现。每次只要一遇到台风、地震，国人的心就跟着悬在半空中。伫质询台顶的交通部处长陈建斌，甲内政部长刘世芳煞点点无讲话。刘世芳阁是头日来看资料，一直到质询结束，调会廖先祥先出来讲话。谢谢李正秀委员的发言，今天探讨的议题都非常的重要。对立会做个证据，李正秀最近的言论证据，恐吓后民众党处罚。党内中评会13要开会基础，民众党总统主席郭文哲回应尊重中评会独立运作。做得好不好，其实大家都看也知道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凡事就是这样，做什么事情人情世故、义理也是这样。我觉得柯主席是很有高度的政治家。制度到时候结果怎么出来，你就会遵守。时间还没到嘛，大家就等那个制度裁决出来。经理会、党委会、赖香玲拢发声，爱知影政体面对党内烦恼冲击地方选情压力，李正秀回应所有建议甲发声，拢是为民众党好。党公职爱谨慎规范家己的言行举止。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6000食堂食物中毒案件，今下晡阁再增加5个人，目前已经有148人了。患者拢是巴肚滚痂、走白发烧，也有23人住院当中。新北市卫生局表示讲，昨日初步检验出11件检体有沙门氏杆菌阳性，后续的依照是按法医请检调侦办。业者下晡也发出公告，甲消费者会实咧讲的退钱也补偿。医生也提醒讲呢，这沙门氏杆菌对老大人等体弱族群威胁较大，即届遐尼侪人感染，这食食的问题就要特别注意。大内部征收的人样体能又来持续停业，清流食堂公售店是即届好亲像食物中毒案通报人数上侪分店，目前业者所有分店拢暂停营运。新北市卫生局初九下晡接收到无的通报，规个案件累计通报人数有148人。其中108人食用公所店的便当及40人食用中心店的便当后，陆续出现腹痛、腹泻及发烧等不适症状。目前共有23人住院。目前超过10个患者检体验出沙门氏杆菌阳性反应，卫生局只要是按法甲专案医生检调单位侦办。即阵伫高雄原来有论饼担食物中毒的案件，同款嘛验出沙门氏杆菌。医师分析，沙门氏杆菌可能出现伫蛋白质含量较悬的食品，或确是煮好食，也是天气热。保存无适当，拢有风险。特别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蛋或者肉，任何食材受到污染、保存不当，都可能会有沙门氏杆菌。如果在他呕吐、腹泻之后呢，结果又发生再度发烧，而且是单侧的关节肿痛，就要很小心说会不会是沙门氏菌所造成的发脓性关节炎。医师提醒患者伫急性期过了后1个月内拢要注意。新北市政府发这局是讲，会持续调集业者甲保险公司查清楚理赔的相关细节，全力协助消费者。业者嘛发公告，若是4月初4、初5各位餐点摕发票、各位凭证，也是就医证明，除了退费以外，另外阁提供关怀补偿金。记者采访报道。高雄民族干线90路公车，这运量真大，车背着民众伫网络破文，讲当着一个司机会甲这乘客细细念塞车时阵，过熊熊打动。若驾驶本人是甲伊回讲，迄天就做18点钟，也拢无休困，这款的工时引起大家关注啊。客运业者是解释讲，驾驶当天中是有休困5点钟，毋是所讲的遐尼长。若这部分呢，市政府也要介入调查。
台语，在那边听。公车驾驶细细念，因为女乘客被护路车，要求搁一摆拍开公车门。驾驶反対乘客搁加上警备打挡這行為，引起其他乘客不滿，就網發文。不過駕駛無奈講，一天工作18點鐘無休困，警備打擋也是因為頭前有車直接切入車道。應該是制度出問題了吧？公司應該要負責調整吧。這是高雄的民族幹線高速路公車駕駛年資3個月，企業者表示，若查證駕駛違規行為，會照工作規則來處理。因為共款引起關注時，超長工時業者解釋，潛伏時間一車數較大，影響班次調度，每個月輪調3擺中替白班。中隊的休息時間，再加上他行駛的這個時間，也差不多，確實是有這個駕駛長那邊的18個小時，但是按照公司的規定。要把這個休息時間給扣除。那實際上來講的話，他開車時間大概是11個小時。業者提出簽到表，定前駕駛唔是連續上班18點鐘，因為中途時間應登去或者是駕駛點時來休困。交通表示合作業者加強駕駛身心關懷檢討排班。面對目前全國性的駕駛短缺，交通局會持續協助業者優化工作環境，也期盼市民朋友能夠對公車駕駛多一點體諒。那後續也會協助業者檢討排班制度，以確保服務品質與行車安全。公車駕駛面對客訴，塞車萬分鐘壓力，後駕駛出現全國攏欠人。即馬還有超長工時的記錄，路工局表示會主動介入了解，若發現違反路基法，每日正常加延長工時免超過12點鐘，若無應依法罰業者2萬到100萬。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宣布講，這租金補貼的補貼佫較濟，不過申請的時陣和補貼期間，這戶口攏愛佇咧台北市。那稅處的民眾認為講，大部分的厝頭家攏無愛互人遷戶口入來，這款的補助等於是看有食無。那都發局是回應講呢，若陣這稅處要遷戶口，厝頭家家己主動就當找當地戶政機關協助。光撒幣無解封，坡北潮無法打。台北市長周萬咱到議會做施政報告，但是民進黨議員夾票議來抵制，即個市府敢若開大錢無間遠，脫不掉是無法度動。因應市府基礎成本真懸，市府閣放出好康。在中央的稅處補助以外，交要對失職的單身青年、已經結婚的青年家庭和育兒家庭來補助。不過稅處就講，大多數的厝主是無啥願意，讓厝卡來入戶籍。入戶籍比較難，而且入戶籍其實很多法律還是說一些問題，讓申請補助這個事情變困難。對，因為有些房東本來就不能給包租補助了，所以入戶籍好像也不是每個房東都可以。台北市的稅處加碼補貼新制，有入戶籍含稅處在台北市的還未滿40歲單身青年族群。若是中央逐個月稅處的補貼3600，市府逐個月閣補貼1000，45歲以下已經結婚的青年家庭，台北市逐個月加碼補貼2500。厝內有0到12歲囝兒的育兒家庭，一個囝兒逐個月加碼補貼1000，而且補貼的囝兒數是無上限。但是外界嘛關注，厝主若要讓厝卡入戶籍，申請敢會真困難。在依照戶籍法的第17條的規定，租客只要檢具相關的居住事實等證明文件，就可以向戶籍事務所來登記，並不需要房東的同意。因為台灣的租屋市場的相對地下化，很多房東在租屋的過程裡，就是沒有把它在出租的這件事情就誠實的揭露的話，導致台灣的住宅政策很無奈的要看房東臉色啦。民團嘛講，若是厝主無愛配合，補貼就無法度真正幫助到厝卡。對這道法局講，若是稅處要入戶籍，厝主甲同的時陣，民眾會當照內政部的戶籍法，找稅處所在地的戶政機關來尋求幫助。記者綜合報道。就算講這中東戰爭暫時停火，不過國際原物料的成本有關係得起，親像這轎車、奧多巴愛換烏油，攏是對石油提煉出來的。即馬有真濟間的廠商攏通知講要起價咯，店家表示講確實是有貴一些。政府拍開日商一箱機油蹲佇門口，汽車保養廠業者這禮拜叫貨，特別比平常時加提一成的數量，因為特別起價。1公升才20塊、30塊左右，那其實就是漲幅在1成到1.5。那以平均我們拿200塊的話，可能就是220、230。就用台塑中油的公告說，它那邊漲，源頭漲，他們後面都跟着漲。
中东战争和国际原油大起，使用汽机车的人会影响到，因为保养厂的机油85%的成分都是原油吹流出来的基础油，市场真侪间保养油大厂拢花1公升会调悬20至80不等的计数，陆续各地调悬。国际原油上涨，保养用的机油也传出涨势。举例，这辆汽车每次保养需要用到6瓶机油，假设每瓶涨幅高达80元，平均1年就要多花近1000元。如果能吸收的，在可控范围内，基本上我们都愿意吸收啦，因为毕竟做生意嘛，对不对？但如果真的说超乎我们的负担，我们还是会选择跟客户说明。战争和钱变多，起价影响差不多是全球性的。在希腊的肉品市場打上大聲化賣，嘛感慨民眾消費大幅度減少。Νομίζω ότι είναι λίγο λιγότερο από πέρσι και πολύ λιγότερο από πρόπερσι. Ναι, ο λόγος ίσως να είναι ότι οι Έλληνες γίναμε φτωχότεροι, γιατί ακριβήναν τα προϊόντα πολύ. Ένας άλλος λόγος θα μπορούσε να είναι και ο πόλεμος, γιατί υπάρχει στο υποσχέδιο του Έλληνα να κρατάμε πίσω κάποια χρήματα, να ξοδεύουν λιγότερα, μήπως και γίνει κάτι χειρότερο. 在台灣中油一隻裝滿200萬桶原油的油輪有希望回台，目前也在波斯灣伫等待，若是順利返來台灣，以平均每天使用15萬桶計算，國家現存量差不多會當使用到5月。記者採訪報道。咱繼續來關心這淡江大橋，按算5月12要通車。正因為這風吹來，這淡江大橋呢有呼呼叫的聲音，附近的居民攏講吵甲是無多困。交通部公路局也已經確認這噪音的來源是真興島浮洲，趁東北季風就會安尼呼呼叫。目前是先用這消音膠條來改善，希望4月中完工。那準備登記改善，會按這阿魯米棒解決噪音。横跨八里與淡水兩地的淡江大橋將在5月12號正式通車，預計將節省大約25分鐘的車程。不過年初的時候，卻有居民反映風街噪音問題，讓他無法入睡。對這時間暗時無燈過哼哼叫，和北地迄邊的當地里長形容講，都敢若鬼咧哭，甚至持續1個多月。有的都吃安眠藥，還有塞耳塞的，都還睡不着。那陸續跟上級反映之後，有反映到公路總局這邊，那他們也有請淡江大學的教授幫忙做風洞實驗，找出原因。那4月17號，我們這邊巴黎跟淡水就有里民上去做一個簡單的參訪的活動。我們也希望說，在這之前，盡量把我們這個好改善的措施盡量做好，讓我們里民可以上去看到的是一個很好的那個橋的完整的施工。經過通報，公路局新港北分局1月27先請設計單位去現場勘查，研判啥個來源是人行道的上化受到東北季風影響造成的。2月25日，找設計和施工團隊來做檢討，提出改善。3月12日開始透過風洞的試驗確認成效，按照4月中加增消音加調。這個人行道扶手因為它是一個規則且密集的一個排列的一個狀況，在美國舊金山大橋也有類似的一個狀況所以我們就參考這個美國舊金山大橋的一個案例。那因為這個泡棉膠條有這個耐久性的一個問題，那所以它大概能夠使用大概是1至2年的一個時間。那長期方案就是鋁板夾片，我們會在8月底之前把它裝設完成。淡江大橋做單台灣第一座世界級單塔無扣號座城牆橋，公路局嘛和新北市政府規劃通車進前的系列活動，今日第一波18開始，結合淡水日頭路線的招標，就暗算會有7000人參加。里長嘛講，希望透過這擺的改善，行政團隊會當在設計進前和施工當中，提前避免問題。記者綜合報道。講到這海內面的石龜看起來真古錐，不過有當時啊引起船浪着和魚仔線顛掉咧，造成因受傷。這保育團體分析7000外件的觀察記錄，而且登記界追蹤有13隻的這石龜，發現講咧，因若是在野外受傷了後，大約愛開500天以上，才當完全復原。平沙魚海底這些動物呢，是需要2倍到4倍時間。互人叫做阿扁的海龜，骨殼看起來哩哩粒粒，腰部規則膨起來，伊捌互普羅皮拉擊着。另外一隻小破洞同款傷痕累累，骨殼頂腹破去受傷，佫挖起來。雖然兩隻攏展現真強的生命力，不過傷口復原的速度真慢。螺旋桨打擊擊傷的，然後這個過程大概都需要500-600天，它才會自己恢復。是被魚線纏繞的海龜，然後它經過了也是將近600天左右的時間，它經歷了潰爛，然後自己斷肢再復原。邦嘉玲甲研究團隊分
写10多年来，公民科学家回传超过7000笔观察记录，发现有105只海龟受伤过，也长期追踪到13只海龟，互鱼线甜着枵致命性。上严重的会烂气败血死亡，有一寡虽然活落来，却因为安尼卡断去。在野外，我们有看过产卵母龟是后肢是缺少的，它的卵窝就很容易歪，就很容易塌陷，就会增加它产卵的这个困难度。邦嘉玲指出，明显看会到小琉球海龟受到船只普罗皮拉弄掉甲鱼线甜掉的威胁。这份头一届量化海龟生存条件的研究，也希望提供政府保育的方向。比如说这个渔业这个捕抓啊，然后船的速度啊，还有比如说钓鱼鱼线就是不要乱钓。邦嘉玲表示，比起海翁、鲨鱼、海猪啊这些生物，爬虫类的海龟复原速度所需要时间是2至4倍，轻伤至少300天，重伤625天。安尼比起有互人救起来的海龟，互人照顾甲用药啊，用人工修复的龟壳120天就会当复原搁野放。伫海中的海龟自然复原的时间都爱加4-5倍。记者采访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进前伫网络分享一只非洲狮离乡的相片，所有外国网友伫咧网络顶头骂讲，这只狮呢瘦甲剩骨头，这支动物园是咧甲苦毒。那动物园表示讲，这只非洲狮已经23岁咯，换做咱人有上100岁年纪，而且有血啊，食物件搁慢又搁瘦。即摆动物园呢伫咧年初要替这只狮呢买一袋切肉机，希望伊会当加食寡肉。响亮的叫声，伊是高雄寿山动物园这尊年岁上大的非洲狮二兄，已经23岁。二兄是2010年来寿山动物园的，因为已经是咱人超过100岁年纪，身躯顶有真侪退化镜头，目睭看无、喙齿白等等，伫咧饲养照顾方面拢爱特别注意。园方嘛定都会伫社群平台甲大家分享二兄生活状况，无受到所引起外国民众的误解。认为这支园方苦毒动物，园方也赶紧来说明二兄情形。他只要体力允许的话，那我们都会希望说他有机会的话就可以到户外走一走。那保育员也认为说，其实让他走一走的话，其实他到当天的话，他其实整个活力跟食欲相对来讲是相对会比较好的。园方表示，目前寿山村4只非洲狮2公2母，二兄是上济岁，照顾二兄的饲养员工。去年二兄牵手大姊往生了后，因为无法度甲其他的狮斗阵，二兄退化速度真紧，为着要互其过较轻松咧，对伊的环境也做真侪改善。因为卡袂记力，替其甲碗踏悬，mau增加防厝的措施，卖互伊跋倒。主任技师就是买一台切肉机，就是可以把肉搅碎之后，然后再放在盘子上，让我们的狮子2个可以下去吃，比较好消化。我觉得应该再引进一些新的狮子嘛，然后增加他们的一些活力嘛，延伸一些后代，然后那个才能够带动他们的狮群的大数量。因为外国人看无中文，干那看相片，字数大文引起误解，毛网友随跳出来用英文替动物园讲话。针对民众建议非洲狮看起来伤孤单，爱加引进一寡新的。动物园讲，这拢线线伫咧规划当中。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本地6月初6、初7要伫咧邦桥体育场举办2026台湾国际田径公大赛，想袂到这个月初8呢，却来宣布停办。协会指出，主要原因就是今年立法院总预算也未审，比赛敢若会当来取消。那运动部长李勇今仔日伫立法院就表示，希望这比赛会当继续来办，莫去影响到选手。不过田径协会表示讲，已经甲世界田径总会通知啊，明年再过来争取。就任到打拄满7个月，运动部长李勇第2届到立院教委会报告备询，不过就伫会前，传出政务处长陈世忠已经请辞。请问你知道这个消息吗？刚刚得知。郑次长管理非常多的业务，然后后续的这些工作规划，可不可以简单说明一下？跟委员您报告，那这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从行政院正式发布了这一个人事的调动之后，我们再来说明。李勇无回应伊，个人敢会甲遗留，简单表示爱等行政院公布。陈世忠会再证实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确定请辞，会登去国体台。台湾国际田径公开赛今年头一摆得到世界田总银标签的赛事认证。田协伫初8雄雄宣布因故停办，原因指控今年立法院总预算一直无法度通过。李勇讲会辅导因使用基金预算。这样的一个仓促的一个取消，
让我们很惊讶。到昨天为止，我们的运动部同仁都积极与田协这边来接洽，希望他们来辅导他们来使用这个基金的预算。李勇希望比赛游玩会当办，莫去影响到选手。不过田协表示，已经通知世界田径总会，明年再争取。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运动部因的政务处长郑世忠今仔传出请示的消息，伊表示讲已经结束阶段性任务，会登去国立体育大学。那这行政院中道也正式请示核准。郑世忠伫2023年接体育署长，2025年运动部成立了后，由李勇做头一任部长，伊是接政务处长的职务。行政院表示讲，郑世忠有说明请示原因，是因为学术研究和个人的规划。对应台也感谢郑世忠投入公职这3年，和台湾的竞技运动有赢目的成绩。咱继续来关心台中某前国小这棒球队的教练涉嫌性侵9个的学生囡仔，检方第3批起诉，有查到53个人受害。市政府也呼吁讲，要甲伊判重刑，若受害者的家长也爱甲学校提出国赔。市政府统计目前有收到28件，其中14件协议成立。有机关指出讲，这教练的行为呢，说是爱民众来负担国赔。律师表示讲，教育是国家事务，国赔是有法律根据的。台中市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教练2024年10月遭到检举对学童性侵，犯案期间6年，检方3摆起诉，查出53人受害。国正组找到台中市议会质询焦点，议员质疑受害家长提出国赔要求，进度毋是正慢，教练个人的加害行为，哪会爱国国赔来付钱呢？市政府包括学校都应对相关经手，而且已经有行政惩处的人员，我们也应当列入相关求偿究责。面对质疑，国家赔偿法适用在公务人员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时阵，不过这教练不是公务人员，敢是约聘雇人员，恐惊有全面负责记录。市府表示，目前收到请求书18件、14件协议成立，目前已经审议通过赔偿金额，可通知学校，也召开国赔协议的会议。就14件。学校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学校就会立即，我们这边有我们这里的国家赔偿准备金，我们就会赔付给被害人跟家长。接下来学校就会委任律师，再跟那个松信教练做求偿的动作。法制局表示，国赔定数即马已经启动，这教练是特别造成侵权的行为人，国赔若是因为个人故意行为，事后会向的对象，若是无法度赔偿，会依法进行民事求偿。律师表示，这教练虽然不是公务人员，不过在这案例内底也是适用国赔。教育，尤其在公立学校，他是孩子接受公立教育，这就是教师是在执行国家教育业务，所以这是适用国家赔偿。林庆嘉表示，这教练是伫公立学校教育学生，因讲是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利，执行国家事务，所以若发生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也是适用国赔。记者综合报道。体大热车拼台湾一定赢，讲到咱台湾的选手，伫2026年模式亚锦赛表现甲真好。今仔日2场金牌战，陈念琴伫女子65公斤级决赛以4-1甲北韩选手黄孝顺拍败，摕到金牌。黄小文是输予印度女将，摕到银牌。陈念琴伫咧金牌战第1回合无得胜，第2回合是战加难分难舍。上届关键的第3回合改变局势，最后是以4-1甲北韩选手黄孝顺拍败。另外一场女子54公斤级的金牌战是台湾女将黄小文对决着印度选手，最后是摕到银牌。女子51公斤级的郭依轩和女子60公斤级的林旭婷，拢是摕到铜牌。讲到咱今年的全中运是由这嘉义县来主办，却因为场地限制，游水这项比赛呢，会伫咧高雄国际游泳池举办。不过选手发现讲，这游水池的水质盖上无讲盖好，游起来认为讲这身躯会上涨。有教练是认为讲，将可能是天气和温度变化造成的。文化局表示讲，这游泳池的水质逐工拢检测，若准这选手教练发现有问题，会当随时反映。
选手伫游泳池内进行训练。今年全长运由嘉义县主办，游泳项目因为嘉义县无场地，18伫高雄国际游泳池举办。有选手发文质疑游泳池的水质无好，低速训练了规身躯会涨。伫共场地训练的亚运培训队教练表示，可能甲天气温度变化有关系。却有反映说身体会出现痒的状况啊，当然那也是少部分的选手，大部分选手其实会觉得受影响是视觉上的。跳水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你判断15公尺线在哪里，但是因为但是每个专项不同，像是如果你是像自由式，因为你是完全就是在水底下，你会看不到池面，可能就会有点受影响。正常游泳池的水质自由液力检测值应该伫0.4到0.8 ppm，pH 值伫6.5到8之间。不过，一个看国际游泳池的水质检测板，测到的自由液力检测值是1.8，已经超标。运发局解释讲，是因为水质的问题，所以要增加杀菌剂的量。选手他不能够带泳镜，那这个水的 pH 值很容易去影响到我们的角膜，因为常见到我们的水球选手在比赛完之后，眼睛都会红肿，然后角膜受损，这是比较可惜。所以希望我们的运动部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协会嘛表示，各地游泳池的水质拢是卫生局咧管，现行法规嘛敢若规范休闲用的游泳池水质，比赛用的游泳池所无明确的规范。认为正式的赛事应该由运动部接管水质制定标准，每日皆会进行水质监测记录，均符合卫生局 pH 值6.5到8.0的标准，能见度则以岸上可观测池底为合格。运发局表示，局内维护的游泳池场馆目前水质相关的所得并无异常。选手甲教练若发现问题，会当随向场馆反映，确保训练甲赛事的水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市有一间专门照顾精神疾病患者的社区复健中心，细站的负责人涉嫌偷窃6个医生的囡仔，也佫假转介单，短短1年外诈领这超过400万的健保费，法院判这负责人要关1年8个月，假罪5年，佫要甲这诈领金价2倍833万，关入去健保爱心专户。精神科的患者加入去社区复健中心上课，接受辅导甲治疗。这款的复健中心拢是社区患者经由医师转介，条件符合才会当来做治疗。不过，这间复健中心的负责人涉嫌向健保署虚报医疗费用。经过屏东地检署调查，伊伫1年外虚报287笔，诈领416万6千外块。地方法院审理了后，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假罪5年。未接受？是安怎？理由是啥？理由？这无就伊个中我是安那，你病医是咧救人啊，你做唔是咧救财个？哦，安尼无好啦，无老实就是啊。系啊。检方调查这名细站的复健中心负责人，自2023年开始，家己偷做6粒高屏地区精神科医师的囡仔，伪造患者的转介单，甲健保署申请医疗费用。伊这1年外拢总虚报287笔，诈领金额有400多万，严重侵害全民健保资源，影响医疗制度。本局将会依法办理行政调查。查明事实后，将依《职能治疗师法》第33条相关规定处办。另本案涉及健保费用申报部分，本局将会加强宣导辖内医事人员遵循健保申报相关规定。法院认为犯罪情节重大，但是负责人认罪，嘛甲虚报的费用全部缴回，才判伊5年假罪。不过有条件，要伫3年内捐出诈领金额2倍，超过833万到健保爱心口座，另外搁缴35万予公库，完成法治教育课程。另外，屏东卫生局表示，会搁进一步做行政调查，厘清责任，依法处理。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北北投的朱行禅师主持释相禅，获检方指控讲涉嫌甲信众馆的油香塔位发挥等寺庙收入，拢落入去家己的乐道内面。7年间的侵占7000多万，专案经过士林地检署侦办，今日依照公益侵占罪嫌改起诉。带头诉文代表献礼，佛寺的大小事拢由法师释相禅主导。不过，身为主行禅师当家师的伊，所予人指控甲信众管理香火钱、塔位、法会等各项寺庙收入拢刷来使用，就连禅师厝顶修理的工程退款嘛扣占去。民国107年开始，7年外侵占7044万外，事件查到侦查终结，依照涉犯公益侵占罪嫌起诉。
被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1项公益侵占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请法院从重量刑。主行嫌是伫台北市北投，伫当地不正有名。不过检方查出当家属涉嫌只是线内会计，拢总7000多万的公款转入个人的户头，提去招人投资机会，也有做建地电视台营运费用。专案甲当家属叫人起诉，线内助理是得到原起诉处分。记账方式都承接以前我们当家师傅的做法在做，所以师傅交代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其他我也不会去过问，信徒不能去质疑师傅的任何事情。线内会计会当得到原起诉，是检方考虑伊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是考虑去互当家属指示犯案，不过犯后态度良好，对犯行坦白承认。那涉相嫌虽然伫侦查中坦白承认侵占公款，不过去互检方重话批评，讲伊是当家属甲管理人应该诚心少欲望，不过真后讲法律伊煞甲公款当作个人的金库，私人伫使用，恶性未遂，甲当也未缴回任何犯罪所得，请判当刑。因为我妈在这里，我就自己来办，一次就是缴牌位跟牌位，牌位15，牌位10。对我听到蛮下课的。清明节啊，年节才人比较多，我们停车停在这里，我们是给他租的3000块。今日该传信息打电话予涉相嫌出国前无得到伊的回应，不过这个风波的影响，那当家属名下总价值1000万的真侪张保单加3笔的土地，已经去检方查扣，并且没收，嘛互主行嫌事的形象受损，信众嘛无法度相信。记者采访报道。今年白沙屯妈祖4月12起甲16会到北港朝天宫，到时会有90万的香灯卡含信徒拢入来。附近的南洋国小、北港国中本地是要停班停课一天，事先提早来补课。不过呢，县政府教育处决定讲依次上班上课，学校也提出线顶教学方案，囡仔会当踮厝内面上课。港医权已经挂供应白沙屯天上圣庙的布条啊！这个月16，白沙屯妈祖就要去到北港朝天宫，北港镇预计会有数十万香客会人登入来。边仔的学校南洋国小、北港国中，为着避免影响学生上课接送的问题，提出停课停班一天，搁提早伫11补课。云林县政府特别决定维持迄天正常上班上课。上下课时间跟我们这个白沙屯妈祖徒步绕境进的这个时间是有错开的，所以原则上也担心家长也有反映，就是说如果放假，那可能他们在工作上面，因为都是双薪家庭会有困扰，所以呢配合整个这是我们评估过的一个政策，然后加上家长的这些反应，所以目前呢还是希望说我们按照原来的一个上课的机制。云林县政府表示，考虑学生的受教权，决议无同意2个学校停课的申请，会甲警方协调上下课的时间，协助学生甲家长。不过有家长认为，这几档香客愈来愈多，确实是会造成接送无方便。学校嘛有提出应用的措施。即马每一档会整一案，就是拢客满，就是车拢入来咯。伊个露营的啊，遐物拢先来占位啊。啊，你学生啊，你咧读册，我讲迄讲会作乱的啦。交通管制的范围会扩大，那这些在外围的家长他不容易接送孩子的我们就让他在家里面我们采取线上教学我们就是视为出席。北港区中校方嘛讲，迄天若是因为人阵，也是塞车造成迟到，也是要提早走，拢会当请假，袂来入去欠息的记录，希望会当将影响降到上低。云林县政府嘛协调附近的学校开放活动中心空间，互香客当休困，佮规划286班次的公车来回北港甲嘉义高铁，准备接香客。记者综合报道。嘉义金龙殿石龙乡，还有金氏世界纪录的比足真人夜工阵3月初圆满结束啊！真是有风声讲，迄个时阵，特工机关80个阿兵哥的陆军203旅旅长，介绍有摕庙方的行路工钱，所以去放调职。那陆军司令部是出面来配合，强调旅长是正常轮调，甲庙汇报牵连。要创下金氏世界纪录，台南嘉义金龙殿夜工阵场面真壮观，夜工阵全长201公尺，大家个160个人分3班轮流扫。历经安尼活动嘛，通看到国军的身影。这回煞传出陆军203旅长，因为收庙方行路工，互人换职位，地方议论纷纷，毛病重体，军方恭维。无人啦，伊甲伊教下手，甲这
搞完前队啊，到考就是冻起嘅，你知道？卖有黑箱作业，安尼都 OK。你来到三家，你感觉嘛？OK， 嘿，对。面对前期日本司令部紧急出面配合，拄着的这位变动是正常的人事调动，不是外口人讲的处罚。军方强调，参加宗教盛事是为着要加强军方参兵将大家感情较好嘞，因是坚持无收费的。那庙方进前后因的落军钱，因为听说无符合规定，军方已经专业退回。因讲未来更加谨慎遵守行政的听书，袂因为这件代志双方交流登去。任期到了，所以他会调职务，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把关，他是正常的职务调动，依据我们的各项的任务训练，我们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这个跟民间互动的门给关起来。发生这件代志，庙方嘛真歹势，庙方讲当初是透过民政局正式行文，军方才派人来斗卡手，绝对不是像人外口讲的这歹听。因为他们真的很帮忙，义不容辞，帮忙到底。当然有时候也因为有些网友他们都不够了解不知道整个情形的内容，造成军方的困扰，我们真的很抱歉金堂店也透过市府民政局向陆军203旅来协请人力的支援，那希望在以不影响国军任务为前提的情形之下，基于敦亲睦邻，一同来支援蜈蚣镇。受到招架化的冲击，未来无论是学校也是军方，兵员甲人工都会减少。庙方坦白讲，要维持这么大的活动运作是哪来哪难，因为建议未来转型甲民间社团合作，或者含保护文化资产继续传承。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日岛有一只观光畅水船，测试伫咧公馆渔港附近靠打，加载旅客拢平安，船也已经沉去海底咯。而且最近呢是这漩涡放的季节，民众烦恼讲会影响到生态，也看到这油开始浮出来咯。县政府表示讲，船的油拢已经有抽打，将有可能是老乌油，有要求业者赶紧甲船护起来。这台日岛载人客机畅水游艇，钓伫咧公馆渔港外口的布花，找5个人去拖，才拖100公尺，船身就破去，船沉落。不过，这后面将发现，伫公馆渔港有油，海港内面不时有一寡海龟会出来找食的，惊讲会影响到海底生物。但是台东县政府讲，迄辆船有要求业者爱把船顶的柴油拢抽出来，这看到的可能是机械污油，会派人来清。也叫业者赶紧把船好起来，莫影响海底生态。就是你摸的话，你可能就会闻到柴油的味道，那就是柴油的味道就蛮浓的。在打捞过程，那有关那个海污就是污染的部分，它要防范措施，它一定要确实做好。我们要希望他们尽快在打捞的过程能够减少海洋生态的破坏。官府讲，沉船的所在伫咧水下10公尺左右，已经要求业者先甲固定。不过，即马正拄是漩涡生冷的时阵，当地民众担心，无赶紧刷走会影响公馆海域的漩涡生态。因为这艘船目前沉下去之后还是会破坏那些被它压在下面的这些珊瑚。官府讲会请业者赶紧依照计划甲船好起来，若是影响海洋生态，会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该开单。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南洋舞蹈团创办人，也是宜兰国际东岸艺术节的推广者，意大利新妇毕克林车逝别世，在去进行公祭弥撒，文化部也颁发总统保养令，感谢新妇甲一世人的青春拢奉献给台湾。仪式开始，宜兰北城天主堂车教头早为车逝过身的意大利新妇毕克林举行公祭弥撒。这位推广宜兰国际动员节的重要头人，在今仔日迄天离开咱。这位推动了宜兰动员节的一个重要的推手，能够在儿童节回到天父的家里，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毕克林来台湾超过60年，一生拢奉献给宜兰。除了推广动员节，佮创办南洋舞蹈团，突破外交的困境，到世界各地巡演，是全球第一个伫教宗面头前献技的表演团体。伊在生直直强调，台湾是伊的家乡。除了得到身份证，最近佮红颁荣誉冠名。文化部政务处长李正辉也到公祭现场向毕克林颁发总统保养令，真侪民众到场致意，表达对毕克林新妇上深的思念。一直到下课的时候，都会在走廊上等待每一位的孩子们放学，然后并且去搭娃娃车，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个拥抱。
政府病院表示，毕克林身躯甲伊规世人的青春岁月拢献予台湾。伊是宜兰人心肝中永远敬重的阿公。公祭结束了后，甲伊安葬伫宜兰公庆公墓，互伊会当永远留伫伊上爱的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稻埕，互人叫做是戏曲，今年的戏春大稻埕10周年啊！主办单位就讲呢，这届演出有北管月琴、布袋戏等等，和英国上界大的差别就是把巴士接温泉啊变做是戏台，观众会当哪看戏哪体验无同款的城市旅行。表演者咧台顶大月琴念歌讲故事，观众拢听甲耳仔拍拍。今年戏春大稻埕10周年活动伫要起鼓啊！今年的主题是食戏肉、拍戏路，甚至卖伫互外放送李天乐布袋戏的台语电影《乾隆游西湖》。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戏春大稻埕有北管、月琴、掌中戏等等的表演。演出地点除了伫永乐广场，上大变化就是伫巴士、接温、毛月琴的表演，嘛通坐船、踅淡水河，听地上李春生的故事。很多精彩的表演呢，有大场的，有小场的，有结合我们街区空间的，也有交通工具上面的，就非常的不一样。在这第10年的时候呢，我们来做这样子戏春大稻埕的展现。甲交通工具变做戏台、戏出，嘛通加做社区旅行形式。主办单位讲，除了表演，还有布袋戏算命线、月琴、卜卦等等，超过30场的精彩活动。阮月琴老师伊会说唱，来互大家去了解讲以前的地拢是安怎，甲这个地形位，咱木沙啊，甲大边啊，吼，即送到咱大稻埕。主办单位表示，戏春大稻埕的活动伫4月18到4月16举办，因希望透过今年的改变，通互戏曲文化为大稻埕延伸到无同的所在，嘛通互观众发现属于家己的戏路。记者郭正阳、志光台北报道。唱歌也是学母语的一种方式。今年呢，这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拢总有300队，连续7天伫高雄比赛。主办单位就讲，今年若参赛人数超过13000人，是有史以来上多，也看到无同族群的人愿意来挑战学吉他的技艺。透过囡仔优美的歌声，甲台语歌谣讲囡仔迄款阿母听囝的心情唱互大家听。今年的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找到进入各小组的台语歌谣比赛。来自高雄的四位国小讲，甲环境比起来，囡仔要练唱台语歌，付出的努力甲时间拢加几落倍，不只个囡仔收获嘛是真多。但是我感觉讲囡仔伫遮唱歌的当中，慢慢会体会到遮台语的迄个美好的所在，所以慢慢嘛足爱唱这台语的歌。毛来自国立台东大学附设小孩囡仔，学人目镜配上高水的舞蹈，唱出这首趣味的天上白啊！带队老师讲，唱歌是一个真适合学母语的方式，因为一个日本家庭的囡仔，都因为点厝无机会学，来合唱团颠倒学会晓讲台语。参加这次比赛让你学到什么？让我学到了很多的台语。那你觉得讲台语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吗？是，平常咧互动的时阵，拢会甲因讲台语，就互因感觉讲台语是一件就是介自然的代志。已经举办26年的全国师生乡土歌谣比赛，今年人数创下新纪录，拢总有300队，超过13000人来参加。主办单位讲，除了台语，还有客语、原住民族语甲东南亚的语言。今年的比赛也可以看到台湾对着各种母语文化的包容甲珍惜。原住民的部落，因囡仔来唱台语歌，咱会当感觉讲，这个本土语言的发展吼，真正来发展，真正成功。主办单位表示，当年比赛拢是一摆成功的文化交流，得到优等以上的队伍，拢有机会去国家级的展演场所表演，甚至去国外交流。记者黄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因为这美国和伊朗要停火2礼拜，全球股市拢开红盘，国际油价也落一桶是无到100块美金。不过这荷姆兹海峡油管是有正大的不确定性。希望时报也指出讲，伊朗要求过境的油轮呢，这经过你若准有1桶的石油，就爱纳1块的美金这款的通行费，而且要求讲呢，纳的钱呢爱用比特币这款的加密货币来支付。不过这款的做法呢，却是违背美国所要求的无
无条件全面开放，才会增加谈判变数。美国甲伊朗达成14天的停火协议，各界期待荷马珠海峡会当全呢恢复通行。针对伊朗要保护以色列拍黎巴嫩，搁再甲海峡封锁的消息，白宫反驳表示是错误的报道。This is a case of what they're saying publicly is different privately. We have seen an uptick of traffic in the Strait today, and I will reiterate the President's expectation and demand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reopened immediately, quickly, and safely. 虽讲美伊暂时停火，不过荷马珠海峡目前依然是限制开放的状态。目前波斯湾有800只邮轮或者是货轮等待要过，一天的通行量高达10至15只。根据外媒报道，伊朗按算要甲过境邮轮收1趟石油1美金的通行费，佮指定爱用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支付。以相比资金制裁，这点嘛正做停火期间谈判的争议焦点。It seems that the Iranians are semi in control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till. They are allowed to charge tankers or shipping to transit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part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See,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away, I think, in my opinion, for the ceasefire deal to succeed. 伊朗高一面提出通过海峡需要付通行费的要求，美方嘛表明应该全面开放。不过，川普伫采购态度小可有变化，表示伊朗的10点方案是会当来超切看卖的。伊的部门嘛暗示美伊合作降低的可能性。虽然安尼，伫荷马珠海峡恢复全面通行的时，大多数航运企业是维持观望态度。目前伫波湾地区访问的英国首相史凯尼表示，要重新开放荷马珠海峡，依然有真侪外交工作爱协调。停火协议鼓舞美国的股市，车币股市大起。不过，荷马珠海峡通行的无确定性，是互车币大落的油价伫初9搁起一寡转来，油价维持伫1桶100块美金以下。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这阿提米斯2号任务的4名太空人目前正咧返来地球，因这6号星座号太空船按算伫台湾时间11早起8点07分落伫咧加州圣地亚哥外海。这座任务呢有真侪新纪录，也因为组员有人早高级的摄影器材，沿路拢有甲这珍贵影像传递来到地球。在世界月球后壁和地球断线，而且恢复通信了。这座任务唯一的女性太空人可可，甲这段遗翕的相片假的低雅音传送去地球，和大家来分享。Asia, Africa, and Oceania, we are looking back at you. We hear you can look up and see the moon right now. We see you too. When we burned this burn towards the moon, I said that we do not leave Earth. We will explore, we will build ships, we will visit again. We will construct science outposts, we will drive rovers, we will do radio astronomy, we will found companies, we will bolster industry, we will inspire. But ultimately, we will always choose Earth, we will always choose each other. 6号星座号对地球飞去月球的路人，除了月头翕地球的相片，嘛伫驶过月球的后壁的时阵，翕太空中看到的昔日，当然隔半世纪的近距离去看月球的表面，组员的镜头嘛一定爱翕到这。这摆任务除了第一个参加世月任务的查某太空人可可，第一摆加入的加拿大太空人韩森，嘛才受到各方的注意。加拿大总理卡尼阁特别和韩森和其他的组员来通话，表达伊的祝福和恭喜。As I say, Canadians are so proud of what you're doing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I just want to have a chance, if I may. I mean, I'm thrilled. I'm absolutely thrilled to be speaking with you, Jeremy, and the crew. We've all been watching and inspired by what you're doing. 除了开讲，不时讲一个耍笑，韩森嘛无袂记咧提醒加拿大政府，爱伫太空研究和探索的领域较进入起嚟。So you have to be smart about how you take risks. But as a country, we have to be willing to have some failures. And we fail in this space program, but we assure ourselves we're not going to stay or rest in those failures. We're going to push through them.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时间表，6号星座号暗算伫太平洋时间4月7日下晡的5点07分，就是台湾时间11早起的8点07分，降落伫加州圣地亚哥的外海。当然，照天气的状况，时间表嘛有可能小可调整。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